OK，各位老友，如果話深圳啲別墅嘅一哥係純水岸，咁我認為空中別墅嘅塔尖一定係呢一個單位啊。目前睇樓係需要現資5000個 W 噶。今日掹住我呢個姐姐嘅車邊，有幸去誤闖下天價啊！嚟，話唔多講，我哋一齊睇樓。OK， 房產廳面積一共係1150個方嘅，一共係有8個套房、6個廳、12個衛生間，加埋3個唔同風格嘅廚房啊！嚟，我哋睇下仔呢個餐廳，夠晒誇張啊，20人位。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總裁，點讚加關注，咁係咁先啦，拜拜。